双边酒困，真正得人听。可惜皮肤较黑淡薄，嘛是真熬妆。我每日思念着伊，不敢对讲起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阿芬哦，也无煞来讲佚佗，好唔好呢？那讲阮家去啦，厝边人若知影，毋着歹势甲。啊，唔免加歹势呢，咱煞来去较暗的所在呢。对面迄个想问伊兄哥，学问普通嘛英文会讲，伊是毋是事先故意，实在气死人。若是爱阮，应该嘛着对阮坦白讲，阮也是纯情男性。唔敢对讲起，嘛是爱 Love you。好伊好伊，我想起你，你拄则倒位？你想着，当我脑筋讲啥物？我找无你。你为啥物透早出门，天光回来发阮脾气，输掉是毋是？好伊好伊，我每日日时小事说来说去，家人离袂开。我才是好太太。你予我真受气，耶耶！好伊好伊，我想起你，你拄则倒位去？你想着，当我脑筋讲啥物？我找无你。你为啥物透早出门，天光回来发阮脾气，输掉是毋是？好伊，我每日日时小事说来说去，家人离袂开。我才是好太太。你予我真受气，耶耶！长征来的阿上哥，东西南北人学咯。人讲伊实在真正好，多水老实又可靠，大错小姐对你好，叫一声阿上哥，哎哟太见笑，面红身躯软高高。长征出身阿上兄，东西南北是过行。红粉手艺善良有名声，骨力轻快又打拼，大人囡仔人听，叫一声阿上兄，哎哟太欢喜，哈哈笑出声。
东西南北人学咯。人讲伊实在真正好，古锥老实又可靠。当初小姐对你好，叫一声阿上高，哎哟太已见笑，面红身躯软高高。